Now TV 12月體壇爆發冬日戰火，英超戰況激烈，榜首爭逐叮當碼頭。聖誕期間大開快車，各隊交鋒散發濃烈火藥味。聯賽位置會否因此而大執位？巴克萊英格蘭超級聯賽 NBA 戰火越燒越旺，精彩賽事場場轟動。聖誕期間上演超級戲碼，強隊狹路相逢，球迷一定大飽眼福。NBA 常規賽經歷整季連場大戰，超級系列賽頭8名好手匯聚杜拜作終極一戰，精英對決爭取最高榮譽國際羽毛球超級系列賽總決賽，最精彩體壇大賽12月盡在 Now TV， 知多啲上 now.com。